所以咪難於公範咯。係喎，冇錯啦，全靠佢帶我嚟發救兵，立即發兵就到啦。若果唔係京口就冇得翻啦。我從長計議咧，怕你身陷陷阱會被敵人所陷啊！怕嘅，想大元帥佢英明神勇，佢一到咋就可以將啲百姓救出火坑啊嘛。係啊，怕嘅。獲咗難，念到危城，望自問大兵解救，便歸還。莫再歲歲滔滔，把我行程阻埋。太衰啦！倘若兵臨城下，便會失拿手。此家大帥，倘若失拿手兩郎，那時便悔之。話唔係咁講嘅，係韓將軍英雄無敵，一定殺到啲金兵，人仰又馬翻。放心啦，快上馬提槍啊！解救京口嘅危難。你要須知道，軍人不能擅作職法，身有重任，萬不能只為京口嘅黎民。須知道，兩狼山乃係江南第一站。元帥啊，我親來求救，倘若見死不救啊！唉，你真係〜